好啦，咁啊施襲完咧就升咗上去，大家都當眼嘅位置，舉起紅旗啦，馬匹入閘㗎啦。咁留意喎啊，日本入閘就特別快㗎，日本跑馬入閘就特別快㗎，大家留意啦。快閘啊！係啊嚇，18匹馬嘣一聲入晒嘅。啊，好熱鬧啊！呢度啊，尾場嘅賽事啊。咁啊，積女星嚇，咁啊，練馬師都講啦，就話咧，即係俾人即係查詢佢個跑法啦。咁佢話今次咧就都會可以即係按住個步速咧，可能有機會都擺前啲走啊。咁啊，絕對唔好學上次咁後先啦，上次咁後邊度都唔使去。即刻俾人問啊佢啊！係啊，你成條直路得你一隻跑冇用嘅，你前面5隻過咗終點你先追上嚟，咁冇用啦。太遲啦，真係上次。因為凱旋門大賽嘅第6名都唔係容易㗎啦，而且佢係以勁勢衝刺就更加難添。好啦，馬匹入閘咯喎。當日嘅即係今日啦，暫時日本嗰方面咧，老明正義啊喺嗰邊贏咗2 win 嘅。哦，最順係佢啊。係啦。哦，咁幾好喎嚇，手風順啊。冇風都有贏嘅。好啦，見到解密精英啊、東瀛佐敦嗰啲行埋去㗎啦，內檔係一路通啊。咁鏡後14號呢匹就樹人大族嚟嘅。好啦，一路通，睇下今日跑2400個成績會點啦。東京當然唔使擔心佢啦，問題真係個路程嘅啫。真係掹上去嘅啫。好啦，然之後就振翅齊飛。好，振翅齊飛就艾雲豪威就2號檔位㗎，貴婦人入咗閘添啦已經。然之後就神威啟示就戴黑帽，佢同積女星係同彩衣嘅，有型路比都入埋。喺外檔咧就超常進企，咁啊中間就積女星入埋啦。咁未入閘應該外檔嘅啫喎，再自由同皮革貿易嘅啫。鏡頭就交代緊啊！好啦，應該就最後入閘嘅啦，已經去到啊！皮革貿易等埋佢2014年嘅日本杯18匹馬參加，皮革貿易入埋，準備起步，準備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慢咗少少咧，睇嚟咧就即係嘅振翅齊飛慢啲啊！出得最快係明媚島嘅，內檔嗰邊貴婦人喺前邊，但係外檔走埋就樹人大族啦，咁啊中間咧仲有玉祖至尊啊，然之後出邊上埋就再自由啊！後一陣嘅馬拉斯見到東瀛佐敦就喺大中間嘅位置到啦，咁啊喺佢隔離嗰啲天下唯一就走埋一堆啦，再後邊位置咧喺內欄位置拖翻落去貴婦人就拖咗大約喺中間嘅位置，外檔冚埋嚟有皮革貿易啦，咁啊中間仲有啲解密精英啊，後啲嘅馬就天下唯一啦，咁再後少少咧先見到咧仲有咧就史匹堡咧就拖得比較後啲位置，暫時殿後咧就有型路比同埋起步慢咗嘅振翅齊飛啦。好啦，轉咗彎嘅時候啦，帶頭呢個時候咧就呢個樹人大族帶頭㗎，拍到上嚟第二位玉祖至尊貼欄第3神威啟示啊，然之後咧仲有再自由仆住喺第4啦，東瀛佐敦就拍住皮革貿易守住5、6位，貼住欄第7就貴婦人啊，然之後明媚倒出就好快啊，但係拖翻第8位拍住一路通嘅啫，咁然之後仲有解密精英大留喺第10位嘅位置啦，喺佢隔離咧仲有咧就天下唯一啦，咁啊內檔啊艾雲豪威啊。然之後咧，仲有超常進企啊，積女星咧就大約尾5、6到啦。咁再跟住個馬拉斯見到咧，仲有咧就達標啦，同埋史匹堡就尾3、尾4。尾二位置咧，振翅齊飛，包尾暫時有型路比啊，18匹馬我哋由頭睇到尾嘅啦已經啊。距離頭馬呢度咧，大約成11、12個馬都有㗎。好啦，仲有大約一半路程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帶頭咧仲係樹人大族喎，走住第2位咧亦都係玉祖至尊啦，咁啊貼住欄第3位咧仲係再自由嚟嘅。咁喺佢隔離嘅馬拉斯見到咧，仲有咧東瀛佐敦嗰啲馬啦，咁啊同埋咧就神威啟示啦，咁再跟住貴婦人就仆喺第6島，皮革貿易已經要騎㗎啦，喺佢隔離就一路通啊，然之後咧仲有天下唯一啊，咁啊積女星嗰啲咧都開始移出去外檔啦，咁同埋咧走出去外檔嘅馬咧仲有咧艾雲豪威嗰啲馬咁樣嘅。好啦，轉咗大半個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帶頭啊，呢個時候咧仲係啲樹人大族㗎，拍住佢仲係玉祖至尊啊，走到上嚟第3位啊再自由啦，咁啊神威啟示仆到上第4咯喎，明媚島喺佢呢個第5位咧都開始發力㗎啦，咁啊貴婦人咧就望下咧呢個時候咧都想移出去外檔嘅位置，中間啊東瀛佐敦咁樣嘅，入到去最後直路嘅時候，前面帶緊頭咧仍然啊都係呢隻嘅神威啟示出咗頭先啊，過咗玉祖至尊，貴婦人都追到上嚟㗎啦，外檔殺上嚟就明媚島啦，大外檔上嚟就一路通嘅，去咗200米嘅時候，前邊哇走甩晒神威啟示，好大機會啦，後邊爭第咧仲有呢就明媚島啊，貴婦人外檔一路通嘅，前邊肯定贏緊啦，神威啟示爭第咧係一路通外檔上埋嚟積女星啊，過終點嘅時候咧，神威啟示捧走今屆日本杯第1名一路通，第3名係史匹堡，第4名咧睇下內檔貴婦人，因為外檔嘅咧就呢隻積女星啦。重複一次跑第1名嘅咧，結果第1名係神威啟示，一換咗蘇銘倫完全唔同晒啊！第2名咧一路捱住係一路通嚟嘅，第3名咧有積女星嗰啲馬，睇下邊一匹第3啦，贏甩晒，完全唔同啊！真係兩回事嚟嘅，呢匹馬一用咗外國騎師就，哇個發揮上可以個進度可以咁大啊！
好似都係貼住內欄都比較好啲喎，暫時個馬場。一路通都係跑第二啊，結果一路通係第二嘅。咁啊睇下第3名係邊匹啦？出邊有積女星內檔就貴婦人同埋史匹堡。咁啊睇嚟第1名咧就肯定神威啟示就一路通第二㗎啦。第3係史匹堡啊，第4名就貴婦人同積女星影啊，應該係。哇！都贏甩晒喎。冇啦，你咁樣嗰度走甩咗，冇乜機會追得翻。拋甩晒對手。上一場嘅秋季天皇賞其實嗰個熱身做得唔錯嘅。好啦，一路通就第2，第3名史匹堡，第4名睇嚟貴婦人第4啦。咁啊出邊有隻積女星，追唔到啦，追唔到啦，始終內檔頂住啊，都仲係。貴婦人就第4啦，咁冇辦法啦，就出唔到呢個3年至日本杯嘅黐馬啦。都好高難度嘅，要連續3年。 3年真係好難，拳怕少壯啊嘛。係啊，一年大過一年，你都本身都難啲。咁而神威啟示，我哋即係佢嚟到香港嗰場，我哋都話嗰場真係有啲唔知佢跑咩嘅，真係你問我就。本身都有啲長力嘅呢隻馬，3000都菊花賞都贏過啊！明鼻島就明顯真係唔到啦，2400用咗力就冇啦，真係唔到啦，真係唔到啊！即係一再試過啦嘛，已經係。嗰次佢個日本打比都捱住翻嚟㗎啦，明島。嗱咁史匹堡證實係 OK 嘅喎，真係2400佢冇問題嘅喎。反而一路通咧就俾大家驚喜啦，有啲驚喜俾大家啦。佢掹到喎，都係啊，都算係真係幾好喎，今場跑得啊！好啦，2014年嘅日本杯盟主神威啟示，鞍上人係蘇銘倫。